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你收聽人生導航，我係理財要理你，唔好唔理財嘅主持人 Teresa。呢個 podcast 係會陪你行過人生唔同階段，學識點樣創造副業，創造及管理自己嘅人生，計劃未來。無論你係20歲定60歲，呢個節目都會幫到你。但我哋唔係講股，而係透過唔同嘅書籍去分享俾大家。今日我哋要講嘅係，你仲有幾多日子可以賺錢？最近呢，我睇翻本書呢，叫28,000。28,000呢係咩嚟？你有冇諗過人嘅一生有幾多日子？唔係講年喎，我講緊係日數。根據作者 Sanjay 分享，一個人平均壽命係28,000日，即係大約76.7歲左右。聽落咧都唔覺得特別，但係你試下將佢用日嚟倒數，你就會開始緊張。例如你而家30歲左右，其實你已經過咗14,000日，即係剩翻一半人生。但係更加令人驚訝嘅係，你賺錢嘅日子其實只有一半。再對半，即係話你剩翻大約7,000個日子可以賺錢。可能你會問，點解要用日去諗？有冇發現啲人話我仲有40年時間啦，唔急住啦？係，但係如果我話俾你聽呢，你仲有14,000日，你會唔會突然覺得唔係啊？得翻咁少，我哋對年好冇感覺，但係對日就好有感覺，認同咩？例如啦。你聽到再過60日有年終獎，你會每日數住日子。但如果我話再過8個禮拜有獎金，你可能覺得冇咁興奮。所以用日嚟睇人生呢，其實係一種好實在嘅提醒。講到呢度，而家係你轉變嘅綠燈位。如果你而家聽緊呢集節目呢，恭喜你，證明你仲行緊一條想改變自己人生軌道嘅路。但你可能會問，咁我應該點做啊？其實唔使急，我哋成個 podcast 系列就係幫你一步一步咁建立自己嘅財務系統，唔係要你即刻變有錢，而係點樣開始睇清楚自己用錢習慣，點樣分辨咩叫想要，咩叫需要。唔好話又係呢啲老土嘢，其實有時候老土嘢就係偏偏幫到我哋一步步翻身及改變。又或者點樣為自己同下一代建立一套理財觀念。身教勝於言教，如果你做咗一個榜樣，下一代就好自然 copy 去做，又唔使擔心佢亂用錢，同時又可以教佢哋如何防止被人呃嘅機會。大家而家可以試下做個練習，睇下你而家係邊個階段，最好咧就拎支筆寫低，老老實實去面對，對自己更加好嘅。首先呢，你今年幾歲？已過咗生日計劃，然後將你年齡乘以365日，就係你人生目前過咗幾多日，再用28,000呢減翻你個數啦，睇下你仲有幾多日子剩低啦，再減多一半，因為未必每日都係賺錢日，咁就係你仲可以賺錢嘅日數。例如你35歲，35年乘365日等於大約12,775日，28,000減12，775等於15,225日，再除2等於約7,612日可以賺錢。咁問題嚟啦，你準備點用呢7,000幾日？分享一個小故事，唔知大家有冇同感呢？曾經有個朋友同我講，我淨係想揾多啲錢買層樓、供車、旅行。我問佢，你有冇計過你每日剩翻幾多時間係屬於你自己？佢呆咗喎。你哋聽到係咪同佢類似咁呆咗呢？因為佢每日做緊嘅嘢其實都唔係為咗自己。咁你呢？你每日做緊嘅嘢係咪令你更近你嘅目標，定係有距離呢？好啦，今日我講咗啦，28,000日係你一生嘅時間資本，錢只係工具，你要學識駕馭佢。用日數去睇人生會更加真實。錢要點用？唔止為自己，仲為下一代。下一集我會同大家分享，透過呢本28,000嘅書，點樣用理財去揸好你人生嘅方向盤。記住，錢唔係壞嘢，用得啱就係你人生最強嘅引擎。如果今集你覺得有得着，記得 comment、subscribe、share 同埋 like 呢個人生導航。我係理財要理你，唔好唔理財嘅主持人 Teresa。下集見啦，拜拜。